各位街坊，你有冇試過喺街市行過，見到啲魚缸入面啲魚跳到扎扎跳，仲要係30蚊一條咁平，心諗今次真係執到寶，諗都唔諗就叫魚販幫你捉返條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一條琴日明明已經反晒肚、死下嘅魚，今日竟然可以生龍活虎咁喺個水缸入面游嚟游去？你以為係奇蹟，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化學嘢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揭開呢個街市入面最陰濕、最無良嘅化學僵屍魚黑幕。話說我之前喺深水埗嗰邊行街市，見到有個檔口圍晒人，個個都爭住買嗰啲30蚊條嘅魚同大魚。我行埋去睇，啲魚真係好生猛，喺個水缸入面係咁掙扎，水花四濺。但係我越睇越覺得唔對路，因為啲水嘅顏色好怪，唔係平時嗰種清澈，而係帶點微黃，仲有啲白色嘅泡。最奇怪嘅係，啲魚雖然游得好快，但係佢哋嘅眼係蒙嘅，身體表面亦都冇咗嗰層正常魚應該有嘅黏液。我當時就諗起，我有個喺街市做咗超過30年嘅老友阿強，佢曾經同我講過，有一種叫做僵屍魚嘅嘢，係專門呃我哋呢啲想貪平嘅師奶同打工仔。大家要明白，做生魚生意，損耗係非常之大。通常一缸魚由批發市場運到街市，經過長途跋涉，加上水溫變化，死返1成至2成係好正常嘅事。喺2010年之前，啲魚販見到魚死咗，通常會低價賣俾啲整魚蛋嘅工廠，或者直接抌咗佢。但係隨着名貴魚種越來越貴，租金又越來越貴，有啲無良商販就開始諗歪路。佢哋發現，只要喺水入面加啲料，就可以令到瀕死或者已經半死不活嘅魚重新翻生。呢種所謂嘅料，最常見嘅就係過氧化鈉或者過氧化鈣，俗稱魚養粉。你可能會問，呢啲粉末有乜咁神奇？其實呢啲化學物質一撞到水，就會產生激烈嘅化學反應，釋放大量嘅氧氣。對於嗰啲因為缺氧或者身體虛弱而快要死嘅魚嚟講，呢啲高濃度嘅氧氣就好似強心針一樣。啲魚吸咗呢啲化學氧氣之後，中樞神經會受到極大嘅刺激，原本奄奄一息嘅魚會突然間變得好興奮，喺水缸入面瘋狂咁游。但係大家要留意，呢種生猛係唔自然嘅，佢哋唔係因為健康而游，係因為痛苦同神經受刺激而掙扎。我個老友阿強同我講，呢啲魚通常被稱為化學僵屍魚，因為佢哋雖然外表喺度游，但其實內臟已經開始腐爛，肉質亦都變晒。你試下諗下，一條魚如果係正常生猛，佢嘅魚眼應該係晶瑩剔透，向外突出嘅，而唔係好似死魚咁凹陷同埋渾濁。但係呢啲化學魚，因為藥力影響，佢哋可以維持呢種假象幾個鐘甚至大半日。當你滿心歡喜咁提住呢條30蚊嘅生猛魚返到屋企，一拆袋你就會發現條魚已經變返死魚一條，甚至仲有一股淡淡嘅化學味。好多人會話30蚊一條魚啫，食唔死人瓜。呢個諗法真係大錯特錯。過氧化鈉呢啲嘢係強氧化劑，雖然佢反應完之後會變成氫氧化鈉，即係我哋平時用嚟通渠嘅哥士的。雖然稀釋咗之後未必會即刻攞你命，但係呢啲化學物質入面往往含有大量嘅重金屬，長期食用會損害肝臟同腎臟。特別係對於小朋友同老人家，佢哋嘅排毒能力弱，呢啲僵屍魚簡直就係慢性毒藥。我記得喺2015年嘅時候，有記者曾經做過臥底調查，發現有啲魚販甚至會用孔雀石綠。雖然呢種物質已經被禁用咗好多年，但係因為佢防治魚類寄生蟲同埋保持魚類外表鮮艷嘅效果太好，仲係有啲人偷偷地用。你要知道，孔雀石綠係致癌物質，係完全唔應該入落口嘅。所以大家去街市，千萬唔好因為見到條魚30蚊好平，好跳得就以為執到寶。咁樣我哋平時應該點樣分辨呢啲化學僵屍魚呢？首先，大家一定要睇個水缸。正常嘅魚缸水應該係清嘅，就算有啲魚排泄物，都應該係淡淡嘅腥味。但係如果你見到個水缸入面有好多細碎嘅白色泡沫，或者水色帶點唔自然嘅黃色或者藍色，咁你就要小心啦。仲有，
你可以留意下啲魚嘅游姿。正常嘅魚游起上嚟係有規律、有方向感嘅，但係受咗化學物質刺激嘅魚，往往游得好亂，甚至會不規律咁撞個缸，呢啲就係神經受損嘅表現。第二，就要睇魚眼同魚，呢個係最呃唔到人嘅地方。就算條魚跳得幾勁，如果佢對眼係白蒙蒙、無晒神采，咁條魚肯定有問題。新鮮嘅魚應該係鮮紅色，表面有一層透明嘅黏液，而化學魚嘅魚往往色澤暗淡，甚至有啲發紫，而且摸落去係乾爭爭嘅。第三，就係要睇魚鱗，新鮮生猛嘅魚鱗應該係緊貼身體，閃閃發亮嘅。但係如果你見到條魚雖然喺度游，但係魚鱗已經開始脫落，或者表面有啲紅腫、破損，咁好大機會係原本已經死咗或者病咗，俾人用藥水吊住條命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有一件發生喺2022年嘅事。當時有個街坊喺北角街市買咗條號稱係當日到貨嘅游水魚，結果返到屋企清蒸，蒸完出嚟發現啲肉係散嘅，完全無魚味，反而有一種好怪嘅苦澀味。後嚟攞去化驗，發現條魚體內嘅化學殘留物超標咗幾十倍。呢件事當時喺網上傳得好犀利，但係過咗一陣，大家又好似忘記咗咁，繼續去追求嗰啲所謂平、靚、正嘅游水魚。其實我哋作為消費者，真係要反思一下，點解30蚊可以買到一條咁大條，仲要係游水嘅魚？喺依家呢個通脹咁厲害嘅年代，運費要錢，人工要錢，租金要錢。如果係正常渠道、正常養殖嘅魚，點可能做到呢個價錢？好多時呢啲平價魚都係由一啲監管唔嚴嘅養殖場出嚟，或者係一啲批發商將啲剩餘物資低價清貨，魚販接手之後再用化學手段加工。我以前聽過一個喺魚類批發市場做咗40幾歲嘅老師傅講，以前嘅街市係講信譽嘅，你賣死魚就賣死魚價，賣生魚就賣生魚價，大家清清楚楚。但係依家社會競爭太激烈，有啲人為咗生存，真係乜都做得出。佢話依家有啲後生魚販，甚至會喺魚嘅食道入面菜完塊嚟增加重量，或者喺水入面加尿素嚟維持魚嘅鮮色。呢啲行為真係令人不寒而慄。大家試下諗下，2000年嗰陣，我哋去街市買魚，魚販會同你講邊條魚今日最正，邊條魚係啱啱到。嗰陣時雖然冇咁多高科技，但係食得安心。依家2026年啦，科技進步咗，但係我哋食嘅嘢反而越來越唔安全。呢啲化學僵屍魚只係冰山一角。其實除咗魚、大魚呢啲平價魚之外，連一啲名貴啲嘅魚，好似青斑、龍躉咁，都有機會中招。特別係嗰啲標榜特價嘅游水海鮮，大家更加要提高警覺。有啲餐廳為咗減低成本，會大量購入呢啲化學魚。你喺酒樓食嗰啲幾百蚊一條嘅清蒸石斑，如果食落去覺得肉質好韌，或者完全無魚嘅甜味，咁你就真係要懷疑一下自己係咪食咗化學嘢落肚。如果你真係想食得健康，我有幾個建議。第一，最好去一啲商譽良好、有政府監管嘅魚檔或者大型連鎖超市買。雖然價錢可能會貴少少，但起碼有保障。第二，唔好盲目追求游水。其實有啲冰鮮魚，如果處理得好，新鮮度可能仲高過呢啲化學游水魚。冰鮮魚嘅關鍵係要睇佢嘅眼同肉質嘅彈性。如果肉質一冚落去就凹咗入去，唔彈反出嚟，咁就唔好買。第三，就係要多啲同魚販溝通。一個老實嘅魚販會話俾你聽邊啲魚係今日到，邊啲係昨日剩。如果你發現個魚販成日都係賣嗰啲超平嘅生猛魚，而其他檔口都做唔到呢個價，咁你就應該心中有數，唔好再幫襯佢。我記得我阿媽以前教我，買魚唔可以心急，要慢慢觀察，睇下條魚游得順唔順，睇下佢嘅呼吸頻率係咪正常。正常嘅魚呼吸係好有節奏嘅，而化學魚嘅呼吸會非常之速，蓋動得好快，好似喘唔過氣咁。呢啲細節
只要你肯花少少時間去睇，一定可以發現破綻。大家唔好以為呢啲係小事。你想下，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，佢哋正處於發育階段，長期攝取呢啲化學物質，對佢哋嘅腦部發育、身體機能會有幾大影響？我以前識得一個街坊，佢50歲嗰陣就發現有嚴重嘅肝硬化。佢平時唔煙唔酒，生活好規律，唯一嘅嗜好就係每日去街市買平魚返嚟食。雖然無直接證據證明係因為食咗化學魚，但係醫生都話，長期攝取不明化學殘留物係一個好大嘅風險因素。喺香港呢個咁繁忙嘅都市，大家生活節奏都好快，好多時都係求其買，求其食。但係健康係一，其他嘢都係零。冇咗健康，你賺幾多錢，食幾多好嘢都冇用。所以我今日之所以要講咁多，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警覺，唔好再俾呢啲無良商人利用我哋貪小便宜嘅心態。下次你去街市見到嗰啲30蚊一條跳到飛起嘅生猛魚，請你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條魚係咪真係咁健康？定係佢其實已經係一條化學僵屍？如果你見到個水缸好多泡，啲魚眼又蒙，就算佢跳得再勁，都請你轉身行開。其實除咗化學魚，街市入面仲有好多唔同嘅陷阱。好似有啲人會用藥水浸蝦，令到啲蝦睇落去晶瑩剔透，煮出嚟好爽口，但其實入面全部都係磷酸鹽。又或者有啲人用染料幫啲冰鮮魚化妝，令佢哋睇落去好似啱啱捕撈上嚟咁。呢啲嘢我哋日後可以再慢慢講。講返呢啲化學魚，其實政府嘅食安中心雖然有做抽查，但係面對全香港咁多個街市、咁多個檔口，真係好難做到滴水不漏。所以最後嘅防線始終係我哋消費者自己。我哋要學識點樣去揀，學識唔好被表面嘅假象所迷惑。我識得一位喺食物安全部門做咗20年嘅專家，佢曾經私底下同我講，其實最令佢擔憂嘅唔係嗰啲已知嘅化學物質，而係一啲新開發，甚至連化驗室都未必即刻驗到出嚟嘅新型保鮮劑。呢啲物質嘅毒性往往係未知之數，可能要過咗10年8年，我哋先會發現佢對人體嘅傷害。所以返璞歸真先係王道。買嘢唔好只係睇價錢，要睇品質。支持一啲老實嘅街坊小店，就算貴少少都值得，因為你買嘅唔單止係食物，仲係一份信任同埋健康。大家試下回想下，你上一次食到一條真正有魚鮮味、肉質嫩滑嘅魚係幾時？係咪已經係好耐之前嘅事？定係你已經習慣咗嗰種帶有淡淡化學味、肉質死實實嘅味道？如果是後者，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啦。我今日講咁多，唔係想嚇大家，亦都唔係想斷人財路。我只係覺得每個人都有權利知道自己食緊啲乜。呢啲30蚊嘅僵屍魚背後隱藏嘅唔單止係化學物質，仲係對生命嘅不尊重同埋對誠信嘅破壞。希望今日呢段分享可以幫到大家。下次去街市嘅時候，記得帶埋我教你嗰幾招：睇水、睇眼、睇輪。唔好再俾嗰啲化學僵屍魚入到你嘅廚房，上到你嘅餐桌。健康係掌握喺自己手中嘅，唔好因為貪個少少便宜而付出咗沉重嘅代價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記得同你身邊嘅親戚朋友分享。特別係屋企成日去買餸嘅老人家，佢哋最容易成為呢啲無良商販嘅目標。話俾佢哋聽，30蚊買唔到健康，買唔到真正嘅游水魚。我哋一齊努力，令到呢啲黑幕無所遁形，令到我哋嘅飲食環境可以變得安全啲、透明啲。我希望今日呢條分享可以起到一個警示作用。街市入面嘅學問好多，黑幕亦都唔少，但係只要我哋保持冷靜，用知識去裝備自己，就唔會輕易中招。30蚊一條魚，睇落係小數目，但係背後嘅代價可能係你無法承受嘅。大家加油，我哋一齊努力，做個精明又健康嘅香港人。多謝大家聽我講咁多，希望大家以後去街市
都可以買到真正心水、真正安全嘅好魚。我哋下次再傾。